由大家好，大家合作好。李总传扬大家向下来到金文义记者飞机发通现场。这样讲哦，亚几年来，审发条件的改善，还有呢，我们组织技术的进步、老健康观念的推广，客家饮食的文化呀，强的无共用咯。客家人吃的饮食文化已经渐渐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结合了许多创新的技术，还有呢各地的特色美食，来发展成我们可以看到北中南东4个区域各式各样的特色客家美食文化料理。那这一次呢，客家 VNV 也希望透过美食料理比赛，可以让全台湾的民众朋友感受到客家美食新的文化，而且呢，也感受到我们客家美食新的感动。所以接下来在今天记者会一开始，首先也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贵宾，请唱名到的贵宾跟现场的朋友们来挥挥手。首先欢迎到的就是我们客家委员会刘敬忠刘主委，欢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客家委员会的范祖明范副主委，欢迎。接着为大家介绍客家委员会产业经济处的吴克能吴处长，欢迎。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我们赖金和赖局长，欢迎，是我们北区代表。好，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到的是苗栗县政府国际文化观光局的邱宏兴邱局长，是我们中区代表。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古秀梅古主委，南区代表。接着为大家介绍花莲县政府的钟雪梅秘书，是我们东区代表。哇，掌声欢迎！好，今天呢，我们花莲县富里乡的黄玲兰乡长也莅临现场，欢迎乡长。吉安乡的黄兴乡长，欢迎。既然是客家美食，所以呢，我们也感谢台湾客家美食交流协会的郭敏昌理事长莅临，欢迎。好，是哦，美食大家都是一起交流的，欢迎中华民国烹饪协会的陈志良理事长，欢迎。好，今天来的贵宾很多，包含有我们许多认证餐厅的代表，是不是也跟大家挥挥手呢？欢迎，欢迎大家。好，还有我们所有公所的代表，有我们的主秘，还有我们许多代表，再次的感谢大家今天莅临我们的活动现场。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2015客家美食料理比赛，所以讲到料理，第一个想到的食材，除了有食物之外，当然这个餐桌上或者是厨房里面的一些道具呢，也会让大家立刻来联想到。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表演呢，非常的创新哦，是使用这个你们在厨房会看到的瓶瓶罐罐，好，然后来敲锣打鼓了，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客家文化的群腔精神哦。所以接下来我们欢迎人间兵器打击乐团带来上菜乱打秀。
非常的吸睛哦。好，也真的很想要看一看这个乱打秀会不会上好菜呢？好，為了發揚客家式的文化，客家表演會今年係T100是第一次呢集合了北中南東4區的代表，包括有新北市政府、苗栗縣政府、高雄市政府、花蓮縣政府共同來舉辦全國的美食料理比賽。當然也希望透過各區互相的激盪出不一樣的美食火花。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邀請這一次活動的主要推手來到舞台上和大家致辭，所以我們邀請到我們客家委員會客家 V&V 劉主委來為大家致辭，歡迎主委。主持人，還有我們本會辦副主委吳處長，還有我們陳金樹同仁也坐喺邊呢有新北市賴局長，還有我們邱局長，高雄市客家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還有總秘書花蓮縣，後面呢也來自不容易應該早上就來了這個吉安鄉這個還有布里鄉2位都姓黃雙黃鄉長，我們有這個陳理事長郭理事長，還有陳理事長，還有各位來自各縣市政府的團隊，還有我們的認證餐廳代表，各位鄉親，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特別我客家 V&V 歡迎大家參加今日的聯合記者會啦。因為採籌有幾多他們是客嘅，利用建議華語來講大家不同嘅事，因為佢重要熟悉我跟大家傾訴啦。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2015聯合我們客家美食料理大賽的聯合記者會。我想我從客家元素的基因庫裡面呢，可以找出2個基因呢，來形容我們的客家美食。因為客家基本上它是一個在歷史上是一個遷徙的族群，所以長期演化下來，那麼我們的客家美食呢有2個基因，一個呢就是簡樸，第二個呢是博大，因為它簡樸
可以融合到在地的各色各样的食材，所以它才能够博大跟多元，它也才能够创新。所以我们客家美食呢，有它因为迁徙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演化出美食，在我们客家文化里面是相当的独特，也非常的重要的一部分，反映出一个族群的特质。那这一次我们特别呢办理了这样的一个客家美食料理呢，跟过去不一样。在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连续办理了7年的全国客家美食料理比赛。但是今年开始呢，我们结合了地方政府、县市政府呢一起办理。那我们客委会办理了导演，这个扮演的导演。那这边在座的4位县市都是主角。所以我们今天呢，由我们新北市这个赖局长他们在10月24号就要举行这样的比赛，他们以这个舌尖客家条条有理那么以为主题呢办理这样的比赛。那么同时我们苗栗县政府应该是这个风什么字风味字为主题的一个比赛。那时间呢是在11月7号，这个是北中，还有换过来就这个东部啦。花莲县政府他们在11月14号也是办理了所谓的3剑客：低糖、低盐、低脂。那这个3剑客这样的一个料理比赛，那最后由我们高雄市呢来做压轴，11月28号，那我们也是客家的美食新版图为主题，这个来进行比赛。最主要的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4个区的比赛呢，可以将我们的客家美食呢，它推广的面更大，更能够深入到我们社会大众，可以分享到我们客家的美食。那希望说借这样的一个比赛比较广泛性的，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到这个欣赏得到，同时品尝得到我们的客家美食。这是我们办理比赛呢最主要的一个用意。也希望拜托我们这4个县市大家一起加油，把我们这个客家美食料理比赛办得轰轰烈烈、圆满顺利。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多谢大家，神蒙大家，安之 C， 谢谢。安之 C， 奉传鼓励，谢谢诸位，请诸位入座。好，导演致完词之后，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各区的主角上台来跟大家分享。首先邀请到我们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赖金和赖局长，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北区的客家美食喽，欢迎。好，亲爱的刘主委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啦大家我们新北市这次很感谢在刘主委的这个指导之下，我们有美食的协会，我们是结合了产官学研美一条边，然后以5个食为特色，我们是用在地的食材，等一下有品尝万里蟹，我们到时候还会有双溪的那个山药，还有那个深坑的豆腐、黑猪肉、3只的那个茭白笋，还有当然客家的吉姜是列为必要的共同的。过来是这个是在食器方面，我们的食器会结合莺歌在地的莺歌烧，我们当然摆出来那个就是要感谢在这个美食当前还可以欣赏。过往我们在这个食场的方面，我们会场的布置会把客家的意象不管是蓝山桐花啦，还是这个竹林会把客家的在食场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食安。我们这次比赛，我们市长非常的重视，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的卫生局我们林奇宏这个这样，会让我们在食物的这个来源方面，在这个是不是有防腐剂食材的营养分析脂肪多少，100%多少，最后我们一定会注重这个食安我们会让整个会场的安全措施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
属于秋夏季节啊，那个时候那个风向我们都会注意到。我们这次是用这个舌尖客家半条啦希望我们大家这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有理啊。总而言之，我们客家就希望用半条这个，将来在坐在飞机上，除了这个面。除了卤肉饭，也是不是有没有需要来一个客家板条？希望走向国际，暗自在杠下台港。谢谢局长给我们带来的致辞，谢谢局长，请入座。好，新北市呢利用了当地的当季跟当地的食材，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中区，有请我们苗栗县政府国际文化观光局邱鹏兴邱局长也来为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喽，欢迎。吴主委、潘吴主委。那个吴处长，还有我们的新北的赖局长，我们高雄的那个古主委，还有我们花莲的那个钟秘书，还有各位先进、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苗栗呢，这次非常高兴呢，能够来举办的2015的客家美食的中区的一个比赛。那我们这次比赛呢，是以置物为入菜的为主，那为什么会用织物呢？因为我们客家呢的先民呢，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生活环境是有点艰苦，而且客家呢，我们的那个生活习俗呢也非常节俭，所以说我们常把一些用剩下的一个农产品呢，用盐用最天然的方式呢把它腌制起来，然后经过多年的演变跟创新以后呢，我们的腌制物呢就变得非常的多元化跟丰富化。例如说呢，我们的豆豉啊、豆腐乳啊、豆酱啊，然后酸菜啦、那个福菜啊等等，都是我们客家非常有名的一个腌制的一个入菜的一个材料。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那个风味制呢，我们的那个报名日期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呢，这个月10月23号为止。那采取网络跟那个邮件的报名。那目前呢，那我们参加的范围呢，就是以台中、彰化、南投以及苗栗4个县市的民众好朋友为主。那我们总共分成2个组，一个是社会组。那社会组呢，是居住在这4县市，涉及在这4县市16岁以上的好朋友就可以组队来参加。那每队呢限制3个人。另外一个学生组也是在这个就读于这4个县市的一个学校的，就是高中高职以上学校的朋友呢，也可以组队来参加。然后我们分成呢初赛跟复赛。那初赛呢是用 paper 审查，就是书面审。然后呢我们会每一组呢我们就入选10组。每一个组会入选10组，然后另外3组是预备组。然后呢，我们在11月7号呢，就会在我们苗栗县公馆乡的一个特色馆来举办决赛。那决赛部分呢，我们除了当现场有所谓的一个现场的决赛以外，另外现场呢，我们也有许多的一个嘉年华的活动，例如说我们有客家的相关的一些戏曲啦、音乐啦、戏剧的表演。另外呢，我们有一些客家的文创的一个展售。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跟客家相关的一些游戏的互动。另外还有抽奖。然后在参加这次比赛的朋友呢，第1名呢，我们有3万元的一个奖金；第2名呢是2万元；第3名呢是1万元，佳作是各5000元，总共合起来是2组合起来总共有14万元。然后我们比赛呢，每组呢，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要做2道菜，一道呢是传统的客家用制物的料理，另外一道呢是要用创新的方式。那我非常欢迎呢，在中、彰、投及苗呢这4县市的好朋友跟学生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那更希望在场的各位媒体朋友及各位先进人能帮我们多多宣传。到时候呢，一起到我们苗栗公馆的特色馆来替我们客家的制物比赛的
风味制的比赛呢，来给我们一个鼓励跟加油。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周局长。好，所以在中区呢，我们用传统跟创新走向国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南区的代表，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古秀飞古主委，也来为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欢迎古主委。刘主委、副主委、我们处长，还有我们的各县市的代表，咱们呢向总哈，还有咱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来对高雄来哈，咱们高雄哈，还呢对苗栗以外哈，就云林以下、云林嘉义、高雄、台南、屏东也几个县市哈，来报名参加哈。哎呀，参加呢一摆主要的哈，咱们看到其实有个客家吼有两个太体式，一个做个新北同安人用棉花板的方式吼来做，另外一个就植物，其实做也有做吼。所以俺哋拖棉花板类哈，做嘛俺哋我拖板类呢哈，俺哋提我们在那个地方啊哈，吃到的米食哈，那个棉花板哈，它就是裁切过之后的传统的料理。那我们曾经哈，把它还没有裁切过的整块的面趴板哈，底部会包嘛东西呢？底部会包我们在地的食材哈，雅莲、野莲，大家吃过吗？哈，那个长得好长的。那面趴板它也可以，它也是长的哈。那把它把它包在里头，那还有包什么呢？那个上面都有了哈，那个白玉萝卜啊，白玉萝卜做非常多的腌制的料理哈。不同的，那还有包什么呢？还有包在地生产的那个像绿豆，把它做成绿豆泥，把它包起来之后做特殊的料理，给地方的乡亲老人家吃。他说：“哎呦，俺的模式过安红色的面趴板哦，就是很特别哈。”那这次哈，谢谢客委会哈，这样子，谢谢客委会，跟地方一起来合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我想报名方式，比赛的方式，在我们简章里头都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说哈，结合在地哈，那在地有地方的人、地方的政府，那以及在地的食材，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在地的方式。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它有后续的发展，好，那后续的发展是什么呢？以我们来说，我们目前要设立一个产业交流中心，我们将会把这种研发的或者是传统创新的，把它拿到我们的产业交流中心来。未来在旅客来或者是在地的朋友们，他都可以享用到这种创意的料理。而不是只有比赛而已哈，我们比赛拿出来的成品是必须要延续的哈，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哈，都是一连串的哈，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举办的地点在莲池潭，莲池潭是市区，也就是不止我客家，我结合了农业局，结合我们地方的农会跟区公所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跨出去，那让这个食物可以是多样化。让这个食物是进到人们的生活里头啊，进到我们的那个市民的一般的可以很清楚的，然后很简单的你就可以做的料理里头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最重要的特点。那最后欢迎各位朋友来高雄走走，11月秋天最好的季节，我们有白玉萝卜，我们有陈蜜番茄，我们有非常热情的乡亲的味道，所以欢迎大家来，谢谢。谢谢安德森，谢谢古主委，谢谢您，请先入座。好，南部的板条叫面趴板，也可以来品尝一下，到底北部的板条跟南部的板条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东区，所以有请我们东区代表是我们花莲县政府的钟雪梅钟秘书，也来为我们致辞，欢迎秘书，有请。今日刘主委，各位贵宾朋友，大家好。那个花莲特别讲来两位乡长，真欢喜。因为我们这一次办这个3剑客，为什么叫3剑客？主要我们是要拓展我们这个美食的这个料理的市场，所以呢，要让大家吃得安心，然后呢健康，再来就是很精致。所以这一次很感谢我们客委会
然后结合我们花莲县政府，好一起来办这个2015年这个美食的料理。但是我们虽然是这个跟花莲县政府办，其实我们拓展到哪里，就是宜华东。所以呢，我们花莲县政府虽然是做一个主办单位，但是由我们台东县政府还有宜兰县政府，他们是协办的，跟我们一起协办。那由我们花莲客家事务处来承办。那在哪里办？在我们花莲客家事务处最大最美丽的园区，在这边办。那我们不是说只限制于这个办，只是说大家都认为说在地的是最健康最好，没错。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是要打破传统的那种美食，客家美食，所以我们是主轴在创意、创新啊，所以我们也欢迎这次邀请了大专生、相关科系的学生也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所以让大家能够知道说，非常有创意。那这个创意当中呢，又不失少盐、少油，这个少糖，所以我们是3件客家3天的客家的料理哈，本大家是个挺温馨啦。那我们花莲县政府呢，一向就非常重视我们客家的这个所有的，不管是文化啦，还有各方面的歌唱，所以这个县长也是对我们客家文化非常的支持。所以这一次呢，除了当天的活动办这个料理，我们也有办一些客家的活动，还有一些客家的商品周边的一些很不错的，都会在现场展示给大家看。所以我们这次最重要的还是来比赛的，不是说一定是大家都我很有名的，我来做的什么厨房比赛的或餐厅之类的。我们是让大家所有的民众你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你自己可以把你的创意表现，把在地的最好的美食，把那个美味做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所以在这边呢，非常欢迎我们各位长官能够莅临到我们花莲来指导。最后祝大家请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神龙大家。谢谢我们钟雪梅钟秘书，谢谢您，请入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记者会的重头戏了。可以听到呢，各区的料理比赛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马上要来进行颁发美食版图。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有请我们客家委员会的刘主委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要来为我们各区颁发版图。那请主委麻烦站在我们这边。好，首先呢，我们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首先邀请到的是我们北区的代表，有请我们的赖局长，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有请呢主委就将这个北区的版图交给我们局长之后，请局长麻烦帮我们定位在新北市这边。好，请定位。哇，象征10月24新北市的料理比赛开跑。好，接下来我们请局长呢，就麻烦先来到我们舞台旁边这边，先请您留步喽。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区哦，我们有请中区的代表是有请我们的邱局长，请来到舞台上，一样呢递上我们中区的美食版图，就麻烦定位在我们苗栗的版图上，风味子。好。那定位之后，也请局长来到我们的舞台旁边，先请您留步。接下来比赛的顺序，我们要来到的是东区，所以有请我们的钟雪梅秘书再次来到舞台上。刚刚讲到3剑客料理王比赛，在我们花莲客家文化园区，好山好水的花莲。好，一样呢，请定位在我们花莲的版图上。好，我们请秘书来到我们舞台旁这边，先请您留步。哇，已经3个区域喽。接下来我们比赛呢是来到了南部。好，有请到的是我们南区的代表，有请古主委，请来到舞台上。新版图的版呢，就是我们说捏趴版的这个版。好，全部定位之后呢，我们麻烦好一样在我们舞台旁边。那我们请主委，我们往前一步。好，长官贵宾也帮我们往前一步哈，大家是平行的，我稍微靠近这个台湾的版图没有关系哈。好，接下来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刻了，待会主委我们现场一起倒数3、2、1之后，要麻烦您将这个中间的红色按钮给它压下去，就代表我们的美食料理比赛要正式起跑喽！好，现场的嘉宾朋友，让我们先看着前方的摄影镜头，和我们长官看着前方摄影镜头。那待会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倒数3、2、1，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的启动仪式。准备倒数3、2、1，请启动！2021
2015客家美食料理比赛即刻开动，正式开跑！有请开嘎天花蕾丝客家米丝料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请长官贵宾右手大拇指借给我们喽，我们一起比个赞，象征邀请全台的民众朋友来到我们北中南东区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有我们客家文化之美，结合了音乐，结合了食材，结合了我们的人文风情，还有呢结合了我们所有的传统，将传统传承并且创新，让客家文化也可以走向国际。再一次有请开嘎用他送上鼓励，也希望呢借由我们由中央将这个薪火传承给地方，让我们各个县市政府呢都可以看到我们客家文化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好客，也就是我们说的好卡评审。好，再次感谢，谢谢。那我们今天记者会的仪式就到这边暂时。